Hello，歡迎大家嚟到試追擊啊！雖然我即將係出 trip 去英國啊，準備無限重溫嘅線下課程俾啲同學仔噶，加上係復活節假期啦，不過都忍唔住要同大家 update 下個時嘅。雖然今集拍攝架生簡陋啊，但係希望內容豐富搭夠飯啦。如果大家中意嘅話，記住俾 like，同埋有任何對於個市嘅 comment記住留言啦。講返正題先。特朗普上場之前全世界都憧憬佢會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㗎。點知一個 Liberation Day， 一場關稅戰，一 shot 地圖炮，令所有期待都 U-turn 倒轉啦。好多人都以為 S&P 調整完啦啩，點知啦盤後就冧到豬頭炳咁樣。一啲專家分析員原本一開波就話2025年係一個 AI 大牛市，而家都轉埋口風話今年唔滯脹唔衰退都偷笑啦。到今日嚟講，好多人高高在上嘅理由，無非都係一個中美之間報復性關稅，搞到美國經濟高台跳水，直落冇水花。究竟呢一隻鑊係砌侵侵山豬肉定係鐵證魚生呢？睇完今集你就會明白到，回顧歷史，美國喺乜嘢條件之下先會宣布經濟衰退呢？而散戶聽到經濟衰退點解已經太遲呢？第二，跌市真正元兇永遠都唔係事件人物，一定係另有其人㗎。第三，如果經濟衰退帶嚟熊市嘅話，身為散戶嘅我哋，究竟面對邊3個階段呢？我哋有咩部署呢？每個星期嘅 C 追擊系列會同大家緊貼市場走勢，將我接近20年嚟從事資產管理加上擔任基金經理嘅實戰思維分享俾大家。唔想錯過任何分析嘅，即刻撳個訂閱掣啦！中意內容嘅記得撳 like 同埋 share 俾朋友。今集內容超級豐富啊！記得睇到最後啦。首先，我哋一齊喺個腦度嚟個演習先。如果經濟衰退發生嘅話，我哋會見到啲咩呢？好多企業都會大裁員啦，甚至老字號嘅都會光榮結業啦。到時揾食艱難，唔使量地都已經好啦。荷包縮水自然冇咁疏爽啦。商場鋪頭周圍都減價。不過除咗柴米油鹽，其他消費錢會唔會諗過度過呢？嗱，咁樓市嘅氣氛又會係點呢？我諗你都估到啦。就算政府點樣撤辣，甚至落埋糖都未必有氣息噶啦。咁美國幾時會宣布衰退先？我哋睇翻啦，01年嘅科網泡沫08年嘅金融海嘯，等美股跌成40%至50%。甚至好似20年疫情咁樣，已經 V 型反彈埋進牛一啦，再加埋 GDP 連續2季負增長，到時阿鮑 Sir 就會出嚟開咪，係我哋衰退啦。其實我哋睇翻歷史，每次都係事後先能夠確認到、宣佈到衰退㗎，唔會提前預警到嘅。歷史話俾我哋知啦，等聯儲局 confirm 埋衰退個市已經跌得七七八八。到時你先做部署，肯定遲大到㗎啦。如果由1857年開始計劃每逢衰退發生會持續幾耐呢？短則2個月，長則可以係5年，平均就係17個月度啦。咁呢17個月入邊，我哋而家開始咗未呢？想知答案，我哋唔好淨係睇新聞，而係要認清楚源頭到底係邊個。但係記住戴個頭盔先，呢個頭盔都好白痴下㗎啦。統計還統計，唔係話17個月零1日100% 會見底未夠就未見底咁樣。我哋都要拎翻啲當下嘅數據做推敲，2025年會係乜嘢經濟狀況先？之前嗰幾條片我已經同大家分析過㗎啦，基本上係將我嘅畢生哲學濃縮晒喺條片入邊㗎啦。miss 咗嘅轉頭一定要睇翻啦。同大家當時分析咗美股係進入10%、20%定30% 調整嘅，最冇可能係10%。其餘就係30同20%。今集會攞其中一個最緊要嘅證據同大家分析㗎。我哋而家身處緊邊個經濟週期呢？仲有大家一齊思考下，今次跌市嘅元兇，假如唔係特朗普嘅話，又會係邊個呢？今次跌市一發生，好多專家即刻跳出嚟就指住特朗普個鼻話：經濟原本好地地嘅，係佢咯，搞彎晒。就咁聽係咪好 make sense 啫？因為佢一舉牌要加全球關稅，
同一時間個市就直線插水啦，真係咧好似係案發現場咁樣，睇住兇手犯案咁樣啊！我哋之前咧有一集都講到啦，一場經濟衰退對侵嚟講咧有3大好處㗎，唔通佢就真係嗰個幕後黑手？就好似2001年911事件、2008年金融海嘯、2020年全球大疫情咁樣，我哋只需要簡單將經濟衰退嘅罪名安一件事件喺上面啦，然後就指住佢講冇呢單嘢，我哋點會經濟衰退啊？對人類嘅認知同埋嗰個感受嚟講咧，係最直接、最簡單嘅。可惜啦，喺長線投資作為生活嘅情況底下，如果每一單衰退同埋經濟膨脹都係個別事件嘅話咧，歷史就不能夠重複，冇 pattern 冇 trend 咧，就冇得預判，冇得準備啦。不過當我哋咧 day back 翻3次經濟危機，就會發現咧呢啲事件都係發生喺熊市嘅中間。而呢啲事件咧，都係只係加速令股市再跌得更深嘅其中一個導火線。歷史又一次又一次話俾你哋知，經濟衰退咧，從來都唔係由某事件或者某個人咧單獨引起嘅，而係一樣嘢咧不斷有 pattern 咁重複，引導其他經濟問題累積到臨界點。邊件事引爆炸彈，就係邊件事食死貓咯。首先，我哋講咗真正嘅炸彈先啦。其實係美國每一次嘅瘋狂加息之後，加到咧成個經濟血管收縮晒啦。大家咧睇一睇呢張圖就清楚晒啦。基本上由1950年開始到今時今日，每一次聯儲局嘅瘋狂加息咧，都會引致美國跌入經濟衰退㗎，係每一次100%。喂，係真唔係啊？會有乜嘢邏輯先？原因好簡單啫，利率嘅飆升就好似咧淋熄咗成個經濟嘅火咁樣。第一啦，企業好難借錢做生意，本身啲公司靠借貸營運嘅，突然利息多成倍甚至3倍，你話點做落去咧？營運唔到嘅公司要 cut 人啦，係在所難免噶啦。第二啦，而家講緊美國做30年 mortgage 要成7厘息啊！大家都情願啊，將啲錢擺落銀行收下息，都唔願意借錢買樓啦。第三，仲有咧，銀行又收緊信貸，你想借錢都冇人批俾你，變相咧就係窒息添。最後啦，連個政府都要俾更多嘅債務利息支出啦。仲有唔好唔記得加息嘅背後，去到最後咧，連美國要借債到嘅國家，佢都要發債噶嘛。佢啲債務利息嘅支出都係多咗幾倍嘅噃，所以啦，當呢個循環由上游開始發生，不斷咧蔓延到中游甚至下游嘅時候，成個經濟咧最終就終於確認係頂唔順，最後啦，因為一啲突如其來嘅刺激啊，演變成經濟災難。而我哋啦唔可以咧唔記得嘅係，今次嘅加息力度係歷史以嚟最急最快㗎，短短1年之內，記得嘛？聯邦基金利率由0.25厘飆到去5.25厘，係咪應該先係今次經濟進入衰退嘅真正原因呢？聽到呢度，大家心入邊啊，可能都會有啲問題啦。我諗啊，跟住落嚟嘅解釋可能會俾到答案大家嘅。第一，亦都要首先解釋先，經濟同指數咧係可以背道而馳噶。之前同大家講過德國股神嘅主人與狗理論一樣啫，大家行嘅路咧係一致噶。不過前後咧可能會背馳嘅，股市升唔等於嗰一下經濟咧真係好健康㗎。S&P 升背後可能咧只係反映某啲行業或者大企嘅強勢，好似今年年初咁啦，未必代表咧經濟開花結果㗎。第二 ，Mac 7撐起半片天，講到尾啦 ，S&P 嘅強勢點少得 Apple、Microsoft、Nvidia 呢啲 Magnificent Seven 呢？呢班大企啊，喺高息環境下完全都唔使驚，佢哋現金流多到嚇鬼啊，根本就唔使借錢過活嘅，仲有本事加價照樣賺大錢。加上啦，佢哋喺指數入邊佔比重超高㗎，一隻股票升啊，已經足夠推成個指數向上升㗎啦。但係呢7間公司賺大錢，又咪代表所有市民咧都係賺緊錢呢？第三，高息環境對中小企係致命一擊。點解呢？
因為佢哋咧多數要靠借錢周轉噶嘛。但而家啦，利息貴到離晒譜咁樣，借錢成本就飆升，聯儲局死都唔減息，營運唔到就唯有破產啫嘛。數據咧話俾我哋知啦，中小企破產數已經衝破咗2020疫情時候嘅高位添，亦即係啦，經濟底層咧已經響晒警號，只不過大企嘅光芒咧蓋過咗呢啲危機啫。暫時。第二，點樣可以早咗咧預測美國經濟確認咗衰退呢？其實又唔係好難嘅。你睇下過去半年咧，記者嘅所有提問都係問咧經濟會衰退同埋幾時會減息㗎。所以咧呢個問題唔係難答㗎。不過俾啲比喻同例子大家先，俾一張圖大家睇咧就會明白啦。每一次息口到頂嘅時候，然後開始減息嘅時候，都係經濟衰退嘅前奏，亦都係啦。每一次股市接近見頂嘅位置，雖然再睇啦，股市係可以背馳，背馳時間亦都冇人知道㗎。上年9月啦，阿鮑 Sir 開始減息啦，正就係成個經濟出現轉角位嘅時候。同時啊，呢個咧亦都係好多人，包括後生時候我咧搞錯問題啦。減息係攞嚟刺激經濟㗎嘛，股市實會爆升㗎。但係成個邏輯咧其實係反轉㗎，因為經濟出現裂痕，所以啦聯儲局需要減息去救翻經濟。當某一個事件推冧成副骨牌，嗰件事件就會成為聯儲局救市嘅契機或者藉口啦。同一時間就會俾人標籤做嗰一次跌市或者熊市嘅真兇，例如啦疫情啦、雷曼啦等等。第三就係有睇我哋節目嘅好多人都會問啦，咁商業房地產點解佢唔係主因呢？如果大家聽得明啦，上面我解釋過嘅因果關係，就會知道啦，商業房地產根本唔係主因，佢係只係高息環境之下爆煲後嘅屍體，正如雷曼、友邦一模一樣。所以今次特朗普其實只係個替死鬼，幫個高息政策孭咗鑊啫。亦都好似上集咁講，可能佢唔介意孭呢隻鑊呢。如果呢隻鑊一定要孭先至能夠推到啲政策，不如第一年就孭鑊啦。嗰集都好多人睇嘅，快睇咗佢，因為真係有因有據，有晒道理㗎。不過啲嘢太恆常、太普通啦，你都會問㗎，喂，今次唔可以例外㗎？今次可唔可以100年一次嘅例外呢？高息環境都壓唔住經濟成長。所有嘢好似張 Uno 張 reverse card 咁樣，息率維持高位，但失業率就回落靚仔翻晒，通脹又 keep 住2% 以上，慢慢咁靚仔咁增長，都冇話唔得嘅，只係歷史上冇發生過。既然歷史都係不斷重複，咁我哋嘅 Plan A 至少都應該要對應翻嗰個週期，做翻適合時期要做嘅投資啩。尤其而家處於一啲咁大嘅經濟轉角位，如果可以做一啲預判經濟週期咧，我哋可以更加容易知道自己應該行啲咩 plan。好似上集同大家講過，如果大家喺舊年開始慢慢減少股票曝光，堅持永遠唔好淨係揸住現金，你可能買咗歐羅啊、加幣啊、黃金啊、Bitcoin 啊，其實整體嚟講咧都繼續賺錢，甚至有派人股市添。所以揾到個大機會發生嘅可能，然後制定嗰個 plan。點樣應對同反應，而投資嘅策略同 SOP 就會產生，先係咧市場賺錢嘅關鍵。如果大家睇咗個頻道一段時間嘅朋友，唔想停留喺淨係睇分析，大家都想去分析嘅話，想學多啲嘅話，點樣預判經濟週期啦，同埋乜嘢週期揀咩板塊同資產，揀到爆升嘅資產，遇到下一隻黑天鵝都唔咁驚，一鋪清袋啦。記得咧 join 我全新10年財務自由 Max 嘅線上免費分享會，即刻 scan 畫面上面 QR code 或者喺 description box 入邊咧免費報名收睇啦。如果大家一個星期睇一次 CJ 唔夠喉嘅話咧，記得啦，想緊貼大市每日嘅分析，唔好錯過最新 update 咧，記得 join 你升級版，每日都有我同研究部嘅分析，即刻可以 join 你升級版嘅免費試看㗎。每日都有我同研究部分析股、債、匯、加密貨幣所有資產喺晒裏面㗎啦，一張起飛價錢睇足1個月，把握機會即刻 scan QR code 了解更多啦。嗱，如果經濟衰退真係發生或者已經發生咗嘅話，最多人關心嘅其實係熊市會點行啦。我哋今日咧就幫大家拆解熊市3部曲先。
大家對住啲信號究竟似定係唔似今日呢？ Stage 1懷疑階段，跌市一開始咧，啲人多數有咩反應先？跌少少啫，升得咁勁唔驚嘅，之前都試過啦，而家應該撈底添啊！雖然有少少懷疑，不過咧好多人都會衝翻入去咧買 tech 股啊，買 Bitcoin， 無視估值，基本分析啲基本功，繼續回調就繼續買 buy the dip 啊嘛。呢個時候咧，其實大戶或者大方向啦，已經開始做定防風措施啦。睇下巴菲特出咗名嘅長線投資王者，都靜雞雞咁減持，現金水平咧升到10幾年新高。冇話咧佢加現金水平咧就代表個市即刻反轉嘅，亦都冇話佢必定啱。不過賺錢輸錢有好多方法，你係基於 base on乜嘢去做你嘅策略呢？理論上嗰個資產嘅曝光同注碼咧應該越嚟越減低先係正確㗎。如果真係識咁樣部署，又使唔使一定要知道邊一日 exactly 個股市係會見頂呢？但係 Stage 1嘅時候咧，好多人咧都仲係過度樂觀㗎，因為個 momentum 始終係向緊上㗎嘛。而呢啲階段咧，好多人都係過度樂觀㗎，而且好多次浪來了㗎。個頂咧可能背馳3次、4次、6次，或者3個月創7次新高，但係你永遠唔知係第一次創新高就漲熊市，定第5次定第7次㗎。但係嗰段時間咧，應該走唔甩嗰幾季㗎啦。雖然冇人知道 exact timing 㗎，但係咧同基本面一路背馳咧，股市嘅上升空間就越嚟越少。同我之前講啦，你嘅注碼越嚟越減就得㗎啦。所以 Stage 1咧，個個都以為自己 buy the dip，點知到最尾越 buy 越 deep。Stage 2反彈陷阱，哇！呢鋪咧真係仲過癮啦。如果呢個 moment 聯儲局開始改口風，如果啫，幻想下。例如啦，而家減2次息，變咗1年減4次，甚至1年減6次嘅，到時咧有機會見到個市咧好似回咗雲咁樣啊 ，S&P 彈翻晒上去，科網股啊、非必需消費品啊、煙花五虎咧又發晒癲噶啦 ，Bitcoin 咧又話重返高位，啲人咧即刻轉身話吓，真係錯過咗低位喎，又係時候 all in 翻先，如果唔係冇蝕張。呢個階段咧，如果我哋見唔到經濟基本面改善，又或者至少喺圖表分析見到個有力嘅反彈信號咧，可能咧先至係最危險。好多人咧都會喺高位重新入翻市㗎，呢筆資金咧就會俾呢個反彈陷阱 trap 住咗㗎啦。聯儲局呢一下減息咧並唔係刺激股市，反而咧係落重藥救市。我再提一次，減息嘅開頭幾次咧，資金仲係有力咧，令到個股市創新高㗎。但係當減息成為必然，亦都有晒原因正常去落藥減息咧。大家知道呢位病人已經推入 ICU 㗎啦。嗰陣時急速嘅減息，理所當然減息咧，其實係熊市 Stage 2嘅反彈都唔奇㗎。Stage 3恐懼絕望，清倉唔再玩。嗱，依書直說啫。到最後階段啦，啲公司開始排隊破產。裁員消息咧，周圍都聽到，呢啲咧就係經濟嘅滯後數據啦。連你屋企樓下掃地姐姐都講緊熊市嘅話，仲話以後都唔會買股票㗎啦。你可能咧會聽到身邊啲人話唔玩㗎啦，股市根本係騙局，呢世咧都唔再投資。但係就喺呢個時候，最靜最唔起眼嗰刻，往往就係牛市悄悄重臨階段，因為估值恐慌情緒已經見底。同時間唔同嘅減息救市政策都出晒爐㗎啦，只係差在你夠唔夠知識用理性克服恐懼，撳個買入掣，注碼控制，重新投入市場呢。我試過2次牛一都有撳掣嘅，不過我都唔夠膽。第一，一定要分住，因為冇人知道 exact 嘅 timing， 一坐艇人就亂諗嘢㗎啦。第二就係咧，你要撳隔離個掣啊。當然你未必好似我哋咁樣有研究部一班人，但係起碼咧你可以揾一個 investment buddy， 大家咧可以喺不理性嘅情況下互相扶持，盡量用理性唔係用感性去買同埋賣。無論911、金融海嘯定新冠疫情，每一次經濟衰退咧都有一個被標記嘅壞消息成為代罪羔羊㗎。但係啦，當我哋咧將鏡頭拉遠少少啫，就會發現。真正元兇唔係咩突發事件，唔係商業房地產，唔係特朗普，唔係雷曼，
而係聯儲局歷嚟嘅瘋狂加息造成嘅高息環境，而往往係時候需要減息嘅時候咧，都係會遲到。呢個無形殺手先係一切問題嘅源頭。呢個泡沫已經形成咗，邊個走埋去吉爆佢咧，就被標籤為兇手啦。呢個至少個想法，大家都可以將你想法咧喺樓下互相留言去傾下偈嘅。而再重申翻，如果每一次都等到官方咧公佈嘅經濟數據 confirm 晒，等到 S&P 已經插到殘晒嘅時候，等到咧傳媒鋪天蓋地話你知衰退已經發生緊嘅啦，講到悶添，先嚟諗自保方案咧，咁樣以翻頭先嘅統計同數據，都只會咧成為熊市三部曲入邊嘅主角。所以啦，問題唔係衰退發生咗未，而係你準備咗未咧？要避開呢啲咁嘅大浪，相反嚟講啦，要迎接呢啲大升浪，我哋咧唔可以一味跟住政府或者分析師嘅所有意見，反而啦係要提早預判當刻嘅經濟週期。喺牛三見頂嘅時候咧，你會錯失咗一啲破頂嘅機會。你可能唔係賣晒股票嘅，可能你賣咗一部分，嗰部分嘅股票都冇創到新高喎，但係你平衡總風險，甘願承擔呢個後果。而調翻轉，熊市轉牛市嘅時候咧，你可能咧未必一買就見底㗎。咁你願意分幾多注碼去買呢？如果再跌落去，有冇 Plan B 呢？同埋你買啲咩呢？我就當而家你認為啊，所謂嘅熊市已經完成咗，你根據乜嘢嘅理由同原因會買入呢？如果今日嘅情況同之前嘅經濟情況根本冇改變嘅話，其實咧而家同半年前咧，我哋都係處於同一個經濟週期入邊。聯儲局一樣咧係需要減息救市，不過咧爭在減幾多次，救得快定救得慢啲啫。越早睇穿成個結構性問題，越可以提早部署。呢個咧就係我哋今集嘅意思啫。冇人知道 exact timing 㗎，所以更加做好資產配置，先可以喺亂局入邊咧揾到新機㗎。我相信睇咗前幾集嘅技術分析，你見到逢親11%、22% 或者33%咧，標普500指數都有機會反彈嘅。見唔見底就後話。嗱，去到最後，如果中意我哋分析同埋大膽預測嘅話，留言話俾我知啊。今集節目嚟到呢度先，記得俾個 like 我哋啦。咁我哋假期啊，有咩事出 trip 嘅時候咧，包容到呢個 format 嘅話，我都出片同大家講下個市況嘅。投資唔係大嘅專利，下個禮拜見大家，拜拜。我為你準備咗一個限時免費嘅10年財務自由 Max 分享會，集合咗我畢生嘅投資策略，預判經濟週期，無上限資產增值，建立全方位 portfolio， 創造被動穩定現金流，幫你輕鬆做到10年財務自由。全球超過3萬位嘅師兄妹拍住一齊上。如果大家相信呢個投資世界係有一定嘅 pattern 嘅話，即刻 scan 下面 QR code，免費分享會，了解更多啦。想緊貼大市走勢，即刻就下載我哋我要做富翁應用程式，黐住我哋呢班我要做富翁啦！訂閱埋以下 channel 就可以一手掌握大市資訊、環球睇樓同我嘅私家生活，或者下載我要做富翁 app 做會員啦。